咩么带一家面包客栈，农客栈，phía面话很有名的当中，农客栈，phía面话是客栈。本站的一罗梦，本站的一罗梦。面头，菱角别标，讲为文话，讲微博话，本站呢，耶罗梦，面头，菱角，别标，杠，微博话，本站，峰就是山，山上本站山上的耶罗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梦就是城镇，梦是这个代替语梦，比如说蒙娜、蒙鹏、蒙满，梦就城镇的意思。面头去到了，菱角别标就是进，标就是房子，这个宝字就是个房子，就是家的意思。别标进了房子，杠微鹏话讲会碰话，微博话就是讲那个见面话。本站的耶罗梦面头菱角别标杠微博话，这个宝字就是家的意思。要说故乡在哪里，就在我们湖北地。无论要住走到哪里，我们心儿总相系。无形的红线牵挂着，我们永远不分离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要祝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膜代言海当，若能前面带着忙，啦啦啦啦啦啦。